尋找羅力威，一個偶像嘅誕生，受同學注目嘅羅力威，覺得開心咯，即係覺得好愉快嘅，係咯。我諗應該個個人都會渴望想俾人喜歡咁，咁自己亦都嗰陣時慶幸細個冇嗰啲陰影，冇俾人蝦嗰啲。羅力威嘅校園生活，細個最喜歡嘅科目係英文同埋音樂堂同埋 PE 堂，就應該冇其他堂啦，淨係中意啲呢啲咯。至真至真啊，嗰啲鋸嘢鋸咩啊？咩 DT 嗰啲係啊 DT 啊，即係鋸木啊，加啲亞加力膠啊，倒下啲白膠漿啊咁嗰啲，整嚟整去嗰啲，即係揦手唔成勢咁噶啦，係嘛？係啊，完全係借手借腳。嗰陣時嗰個廢人咁樣嘅，即係會嗰陣時應該係罕有地感覺到壓力咯。當大家同學做嘢做得好快，成型嘅時候，你仲喺度驚污糟，跟住呢個又唔識點用啊，嗰個刀片又唔知點擺落嗰個夾度，跟住再鋸，即係咯。食呢一樣比較弱咯，所以而家好多嘢爛咗都唔識整。乜都唔想整嘅羅力威，如果被即係迫於無奈，都點都要去做嘅。但係當然希望自己唔使整啦。即係你係換個燈膽都覺得好似整污咗人頭咁啊？唔會到咁誇張。燈膽 OK，轉粒螺絲啦，轉粒螺絲都 OK。好叻啊，好 man 啊！突然間轉螺絲。羅力威會唔會俾人話唔似男仔㗎？唔會嘅，都唔會嘅。因為跑得快啊。搭夠翻。跑得快又 man 翻啊！係咯，嗰陣時好似係即係嗰陣時男仔好似運動叻下就覺得幾好噶啦嘛。咦，運動咧係咪會吸引一啲女孩子嘅目光嘅咧？就算小學都會噶，我覺得。咪認咗佢咯，係咪？我諗係啩。OK，你嗰陣時點樣知道啲女孩子注目你咧？佢哋真係會嚟睇，定係直情會示愛咁樣咧？哦，我又真係唔係好知喎呢啲嘢。咁你又話係？邊個話你聽？阿博話係噶嘛？唔係啊，咁應該係噶，應該係噶。梗有啦，係嘛？唔係，咁我細個又都幾普通噶嘛，即係覺得自己唔係好靚仔係咪？係咯，即係番薯。唔知啊，細個係運動就一味衝嘅啫嘛。咁球場當然有男有女咁你咪成日會認住，覺得人哋係望住你咯，但人哋可能未必係望住你噶嘛。咁又唔使咁謙嘅，唔係咁謙啲好嘅。羅力威有冇收過示愛嘅情信呢？記憶中冇一封呢啲信咯，如果有嘅話，應該會仲睇到嘅。不過冇。咁你點知道人哋對你係會有興趣？有注目啊！有注目咧。冇啊！你覺得咧？佢覺得咯。你認住啲人望住你啫嘛？呢啲咪叫幻想咯。咁呢個世界好多人都覺得自己好多人望住啊。親口兜口兜面咁樣同你講啊，威威，我喜歡你啊！我覺得你跑得好快，我好中意你。你手琴好正啊！咁樣有冇咁樣走埋嚟兜口兜面講過？唔理佢啲咩樣先啦，走埋嚟。你驚因為個樣唔出得街，所以佢唔提啊嘛？費事提啦。我知啊，通常我嗰陣時中一咪會有啲。即係中二三，即係大嗰啲但係同級嗰啲嘅，即係嗰啲男仔比較受歡迎嘅。你的美麗我在沉醉，想看透了一切，關於你人生中一片片，隨着風向上你的笑，在你身上學會當有想停止了幻變，在煩擾的世界，像凡人緊緊抓住擁抱，永不可說放開你這種情愛。現實並不重要，只要有你懷抱，盼着今天明天時時刻刻都逗你笑，路陪着我飛，多高才不重要，選擇有你陪，就是最高地方，闖進你的懷抱，欣賞你的微笑，抬頭看着天空綿綿，你上街搖，咖啡有你泡。
我不骄傲。在你身上水会倒流，像停止了画面，在烦扰的世界，像凡人紧紧抓着拥抱，永不给手放，放开你这种情啊。现实并不重要，只要有你怀抱，盼着今天明天时时刻刻都逗你笑。若陪着我飞，多高才不重要，选择有你陪，就是最高地方。闯进你的怀抱，欣赏你的微笑，抬头看着天空绵绵，你像解药，咖啡有你泡，来提醒我不骄傲。你的翅膀我很想要，凡事最深要有你怀抱，盼着今天明天时时刻刻都逗你笑。若陪着我飞，多高才不重要，选择有你陪，就是最高地方。藏进你的怀抱，欣赏你的微笑，抬头看着天空，你像解药，咖啡没你泡，那只要怎么设想。你聽咗首歌先，好唔開心咁樣嘅真係，你唔好唔開心啦。嗱，頭先聽到阿羅力威啦，我覺得幾得意啊，運動場上嗰種嘅英姿嗰啲啦，英姿唔係講女仔，嗰種嘅威風啦、雄風啦嗰種。